安尼哦。啊，各位囡仔兄弟，恁今日来遮听故事有欢喜无？好，咱先甲这个讲师吼，用含老师拍捧啊，一咁好。好，安尼咱就请何老师开始。多谢大家啊，我叫做玉涵啊，想要请问大家恁敢会写字？会吗？会哦。啊，你敢介意写字？你敢有介意写字？无对无？有人有写家己的字，有人写甲哭的无？有，我嘛有。我细汉时幼稚园咧练我家己写我的名时阵，我写甲哭。因为阮老师讲，我爱第一格画一画，第二格画两画，啊，我的名拢总54画，所以我要哭出来啊！所以我印象足深的。那咱今日要来讲这本囡仔故，叫做《你敢会晓写字》。所以我头拄先问讲，大家敢会晓写字？啊，你敢介意写字？咱来看这个故事的主角，伊敢介意写字？这个故事的主角，伊叫做小珍珠。介意写功课无？你有写功课无？有啊。介意写吗？无介意写对无？尤其是国文的功课、国语的功课，老师拢叫我写遐侪字，一个字爱写3届、4届、5届，搁爱叫我做事。所以小珍珠讲，那真烦呐，手够酸的呢，你会写甲手酸袂？尤其是老师讲，你的字写足歹，搁定写，对无？我拜时才拄叫学生做过即件代志尔，手足酸的，所以小珍珠哪写哪晓，就开始了。遐了读壳啦，长头毛啦，开始乌白相，看一下天顶的，伊开始看天顶乌白相，来看天顶，今日日头伤光啊，无咱来看到讲云有啥物形，开始咧想，你会想云有啥物形无？若是你袂拢袂想，你看到云，你会想讲，迄是一只牛无？无，我之前拄着一个人讲，迄那棉仔糖的，我开始巴肚枵，棉仔糖对无？伊就开始想，无专心写，写3个就开始手酸啊，迄酸尔，雄雄一直想，雄雄有人甲叫我，伊讲，查某囡仔，伊讲查某囡仔，你会使甲我斗摕，你片叶啊无？甲我斗捡一个无？伊看着种，原来是一只狗遐咧甲伊叫，狗遐甲叫，伊甲讲，麻烦你甲我迄个涂骹迄片叶啊，甲安怎捡起来，我想要用，伊差拄仔咧乌白想对无？伊咧想的时阵，雄雄叫你安怎？会带一个对无？所以伊就带一个，比如讲像我即摆就去互迄个糖带一个，伊伫我的目镜顶悬，伊嘛要来听故事，我是小等一个。所以迄个狗遐伊就甲讲，伊甲叫一声，所以伊去惊着嘛。你惊着迄当嘛讲，你是啥？对无？你会甲问嘛，讲你是啥？伊讲，我是狗遐。你无看过我？伊小珍珠伊就头拄咧乌白想，可能嘛无看过。伊讲无啊，我毋捌你呢。伊讲，你是要创啥？迄个狗遐就来讲，我想要写批啦。你等下敢会使帮我送批？伊要麻烦伊送批，所以伊就甲迄个小珍珠就甲迄个叶仔捡起来互伊，捡起来互伊以后即个狗遐先生，伊就伫树叶仔顶悬夹3个空，来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夹3个空，伊写啥物？伊讲啥？小珍珠看着以后，伊讲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你帮我想一下，这3个字是啥物意思？你会使甲我讲迄是啥物意思无？你感觉迄3个空是啥物意思？巴肚枵。唔知影，做巴肚枵。巴肚枵。巴肚枵看来差拄仔上课较忝所以感觉巴肚枵。你感觉是啥物意思？我想你可能。你感觉是啥物意思？唔知影，真歹势，对无？3个字对无？所以小珍珠看着这片叶伊就开始想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对无？想无，所以就大家大家想看觅，斗想看觅，这3个字到底是啥物字呢？
啊，伊就一直甲高遐先生问讲，啊，这三个字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伊就好骗了嘛，对无？会想讲到底是啥？就讲啊，无要紧啊，你等下帮我送批互刺毛糖小姐的时阵，伊看到伊阵就知影讲我想要甲伊讲啥物啊啦，所以伊是要送批互刺毛糖小姐，因为高遐先生拢无爱甲小金主讲吼，伊到底写啥物，伊当然想要知影答案啊，答案要问啥？对啊，因为高遐无爱甲伊讲对无？所以只好吼，紧去找刺毛糖，对无？所以伊就走足紧的，因为想要知影迄个伊答案到底是咧写啥，所以就走去大树坑，大树坑。伊看到刺毛糖小姐伫顶悬咧休困咧，伊伫遐悬的所在，所以伊安怎？飞球啊！危险啦！当然大声喊嘛，对无？你好，刺毛糖小姐，对无？刺毛糖小姐当然咧休困，听有人咧叫伊，伊讲是啥物人？伊就讲小金主就讲，我来送批，迄个高遐先生要互你批，我来甲伊送批要互你的。刺毛糖小姐讲，即个人我平常时都无看过咧。我讲，今仔日送批的人换人安尼，风咧，小金主讲，风出去佚佗啊啦，所以今日换我送批，伊就摕迄片头拄摕迄片3个空的叶啊，互迄个刺毛糖小姐。伊讲，迄个高遐先生讲要送你3个字，到底这是啥？倒3个字啊？刺毛糖小姐伊叶啊摕正面看看的。倒面看看就像头拄咱安尼，对无？伊想想的，想足生气的。阮透早阮两个倒咧冤家啦。迄时阵伊甲我骂讲我是猪八戒，伊一定是甲我讲我猪八戒啊。我较生气的呢，他会使甲我骂啦，无礼貌，对无？所以伊嘛足生气的，叫小金主讲，查某囡仔，你嘛帮我捡一片叶啊，我嘛要回伊一张批，即个时阵，刺毛糖小姐就甲迄片叶啊摕起来，甲4个空，帮我看这4个空到底是啥物意思？这4个空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你感觉迄是啥物意思？你知影？有人有想着无？伊讲，伊甲我骂猪八戒呢，我嘛要回伊一张批，这4个空是啥物意思？到底这是倒是字？你去死啦！有够气的，对。碰到地名，对，碰到地名，搁有我觉得大家想的头一个想的一定拢是骂人的话，对无？好，过来刺毛糖小姐讲，伊嘛小金主嘛想要知影这4个字嘛。所以就讲，伊就问刺毛糖小姐，刺毛糖小姐讲，你问我猪八戒，所以我当然嘛回一张批讲，你才是猪，对无？你才是猪嘛，4个字，伊讲，你紧摕去互高遐先生，我足生气，我要甲讲，你若遮无礼貌，对无？所以小金主搁帮伊甲批送去互迄个高遐先生啊，伊嘛要知影讲，高遐先生到底想啥，所以伊甲批搁摕去互高遐先生。高遐先生摕着以后，伊嘛足生气的呢，讲刺毛糖小姐哪会使安尼？因为透早的时阵，阮咧冤家对无？我感觉我做毋对，所以我想要甲伊回息的，所以我回伊，我送互伊的批是3个字，叫做我毋对。我想要认错嘛，对无？因为阮两个是好朋友啊，对无？冤家大家心情拢无好啊，我想要甲讲我毋对，对。像知影伊既然甲我回讲，你大歹人，头拄刺毛糖小姐的批敢若是4个字，对无？所以小金主讲，毋对啊，大歹人是3个字尔呢，搁加一空咧。高遐先生讲，你敢无学过飘点符号？
又有学过无？国小时阵有学过对无？有人无学过，无要紧，后盖就学会着啊，吼。讲迄上尾一个空就叫做惊叹号啊！哦，伊骂我骂到遮尔凶，佮用一个惊叹号甲我迄个吼啊！即时阵讲啊，恁两个一直弯一直弯，吼，所以到遐先生嘛足生气的，吼，讲啊，我即摆足烦的啦，甲阮朋友冤家冤甲安尼吼。啊，有够恶杂的！啊，你走啦！伊甲小金主讲，你走啦！吼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小金主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明明是恁两个冤家冤到我遮来，对无？所以讲，啊，我嘛感觉足烦的啦。迄是恁两个拢袂晓写字，则无法度好好啊讲你家己的意思，吼，恁毋才会三心五会，吼，是吧？我则无爱插恁的，吼，伊想想的，老师讲。爱学写字，敢若是正确的，对无？吼，即个时阵想想讲，原来写字有够重要。我若无家己写出来，我是毋是会去用误会？吼，尤其是咱无看到人的时阵，吼，你甲用3个空4个空，我哪知影你要讲啥？吼，啊，小珍珠吼，经过走遐先生甲刺毛糖小姐的代志了，伊就乖乖转去写伊的功课。吼，所以其实即个故事甲咱讲吼。会晓写字真重要，因为伊会使互咱甲人会使顺利的沟通，尤其是咱无法度面对面咧讲话时阵，无听到声的时阵，你啊画图有当时咱画图搁歹，人搁看无，对无？那毋管是倒一种语言拢是共款的，那包括咱台语嘛是，尤其是咱即马咧学正确的迄个台语字，包括罗马字甲汉字，对无？所以其实足重要吼。比如讲，咱常常会讲，会用一个咧叫做这是啥物？这当然在座的拢有看过，拢知影这是啥物嘛，对无？咁你也无学过遮，你也是你袂晓台语的，你看着这你讲，这是倒一种鸡啊，对无？你会想着讲，伊是鸡啊，伊是啥啦？幼鸡啊嘛，鸡啊囝嘛，对无？咱若有学过正确的台语字，咱一时啊就知影讲。原来伊是咧讲一种规矩，叫做乃字。那你有学过罗马字的，你甚至你会使家己念出来，对吧？所以有个人可能已经学过，那有个人也未学过，我记咱着叫咱着对咱厝内底是大人，抑个学校老师会使斗练习，甲正确的台语字甲学起来。咱安尼咧沟通的时候，嘛较袂出错，我今日的迄个囡仔故事分享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拢讲刺毛糖较济啦，其实伫日本内底吼，伊嘛讲着足济动物，而且迄动物足古锥的，为虾米？因为拢是小珍珠的头，对吧？恁会使甲我讲，恁有看到啥物动物吗？有看到无？还是讲内底有你上喜欢的动物无？还是讲，对啦，伊的头拢是小珍珠的头，我感觉我会做迄个恶梦，敢若甲我喜欢的动物生了无啥共，对吧？来想看觅，长颔鹿，长颔鹿，咱嘛有讲麒麟鹿对吧？长颔鹿，好，来。遮阁有啥物？来帮我看一下，来，遮有啥物动物？你有上喜欢做一种动物无？毋知？你敢有喜讲，伊足爱洗身躯的，毋过伊洗身躯甲咱无共款，咱是用水，是用刷头，对无？所以有人常常讲，猪拢足垃圾，其实猪比咱阁爱清气，对无？抑阁有啥物？前一阵仔，迄足有名的恐龙，迄暴龙有人会使甲我讲暴龙来语要安怎讲？他多少？超老的啊！阁有无？你有喜欢倒一种动物无？会使比互我看无？有介意吗？一样吗？还是有屎，有圆，有阁有芳的，阁有，有人有感觉讲会做噩梦嘛？
学梦无？因为迄个轻哪会生头甲生手出来，轻所以小珍就伊足够想的，看起来应该是足介意画图的囡仔，伊较介意画图，较无爱写字，有时候伊的想象力足够的，会使想到足侪物件，哦。